暝农历的7月29，高子时关鬼门。宜兰头城的唱歌是关鬼门真重要的传统风俗。今年有12支的队伍来参赛，经过一番的竞争，由罗东镇公所 A 队的选手李东义用32分钟顺利来记下到13盏老瓦罐的顺风旗，摕到冠军。而这个比赛的过程中，罗东镇公所队因为违反规定，互取消资格，嘛来引发到论战。另外，台北市长郭文铁嘛到现场看比赛，因为甲要选立委的议员黄定和来合体，嘛互这场的唱歌比赛有政治味。比赛开始，所有的选手真拼死咧爬，罗东镇公所队的选手大声爬起咧高坪。不过，就是这个高牵仔的动作超过2分钟才倒翻平，大会遂宣布违规。全部2分钟没有上去，我们就重新再来。最后，同款是来自罗东的罗东镇公所 A 队的选手李东义，用32分钟将13盏老悬的顺风旗记落来，摕到冠军。我也不晓得我是第几个锯，可是等我锯到的时候，我觉得，我是第一个锯啊。不过，原本真有影势的罗东镇公所队向主办单位抗议。上面的裁判跟下面裁判讲的都这个要检讨了。虽然过程当中因为规定的问题，互选手真不满，不过最后也是顺利结束。在现场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台北市长郭文铁。跟我说他这个时候规模多大，我说我从来没看过，我来看一看哦。郭文铁讲，因为从来唔捌看过唱歌，所以受到邀请来看闹热。但是观赛全程拢甲要参选立委的议员黄定和做伙，嘛，互这场唱歌比赛充满政治味。